嘉賓同學，歡迎大家嚟臨由澳門基本法青年推廣大使協會與澳門演變學會聯合主辦嘅第5屆澳門中學華語辯論賽粵語組初賽第4場演唱。本場賽事嘅辯題為正方公眾輿論輕視大眾的苦難，更容易導致社會不公；反方公眾輿論誇張大眾的苦難，更容易導致社會不公。接住為大家介紹今場嘅對賽學校：正方教育中學。聖公會澳門賽高中學，正方辯手分別係正方一邊許志彤同學、二邊曾志宏同學、三邊張海欣同學、四邊曾永新同學。反方辯手分別係一邊吳文傑同學、二邊伍曉陽同學。三邊吳家偉同學，四邊呂正海同學。首先為大家介紹今日嘅評判，佢哋分別係武漢大學計算機學院辯論隊前隊長梁君賢女士，因為城市大學辯論隊前總教練張超先生，澳門科技大學粵語辯論隊教練黃偉聰先生，澳門大學普通話辯論隊教練鄭俊傑先生。2024華語辯論世界盃冠軍，北京大學辯論隊前隊員潘妮子女士。十分感謝各位評判喺百忙之中撥用抽空出席並擔任本場比賽嘅評判。而家係宣讀賽規時間，比賽進行時現今台上辯論員與台下任何人進行任何形式嘅溝通，違者將被取消參賽資格。各辯論員一切發言均以粵語進行，各辯論員任何發言不得帶有人身攻擊或誹謗成分。喺該場次環節入邊，各辯論員發言時間完結前1分鐘，計時員將會鳴鐘1次。現時發言時間即將結束，規定時間結束，計時員連續按鐘多下。示意辯論員需立即停止發言，或者由主席終止其發言。各辯論員需於計時員鳴鐘之後才可以開始發言。請問雙方同學對賽規是否有疑問？接落嚟係示威環節，示威嘅先後將按照出場次序，有請正方派代表示威。示威，好多謝今次嘅主辦方俾一個咁好嘅場地，亦都好多謝可以提供呢次機會俾我哋進行今次嘅比賽，希望可以帶嚟一場精彩嘅比賽。多謝各位。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多謝，首先多謝主辦方俾我哋提供呢個平台俾我哋發揮啦。其次都多謝各位評審抽空呢個時間出嚟評我哋呢場比賽。希望等陣都可以俾大家帶嚟一場精彩嘅辯論。多謝。首先有請正方一邊許志彤同學立論，時間為3分鐘，準備好請分計算示意。主席評判在各位，古往今來，面對社會不公，公眾輿論一直肩負住吹哨人嘅使命，將被遺忘嘅苦難帶入掌權者嘅視野，於是制度回應推動改革。可以講，輿論本身就係社會自我修正嘅最後防線。但係當防線崩塌，問題就唔會再被修正，而係被放入支流，直接病入膏肓。何方認為想解決社會不公，絕大多數取決於體制、資源再分配、弱勢政策、教育觀念等等，樣樣都離唔開制度嘅動作。公眾關注形成嘅輿論壓力，政府有所作為嘅核心動力，可謂寧濫勿缺。當公眾選擇集體噤聲，最終令不公陷入不知、不為、不能嘅死局。而我方主要論點有3：第一，信息真空造成不知情偏差。輿論誇大，至少可以將問題擺上台，引嚟萬千目光；而輕視，即係連被討論嘅資格都被徹底剝奪。當社會對底層痛苦集體沉默，呢啲苦難就會慢慢消失喺公共視野之外。冇報導、冇討論、冇數據，自然就冇政策。輕視令體制根本察覺唔到問題存在。當苦難被隱形、被地下化，就算政府有心有力，都一定蒙在鼓裏。第二，資源錯配造成不作為偏差。基於現實政治考慮，當權者必定優先將資源向呼聲最高、最有影響力嘅群體傾斜。
雖然聽落唔理想，但的確係事實。換言之，當苦難被輕視，政府自然冇誘因優先處理。小區設施場地絕無障礙通道。如果大眾都保持國家自掃門前雪，各管他人馬上傷嘅心態，工程就永遠石沉大海。但當事件被報導、被質疑，相關部門反而會快馬加鞭，輕視其實係社會不公嘅變相縱容。第三，怨氣累積，造成不能還決策。誇大可以被質疑、被澄清、被修正，相反輕視就係將問題死死壓低。當公眾對苦難視而不見，代表問題被默許、被縱容、被視為理所當然。而弱勢人群面對困境，長期得唔到響應，壓力一朝爆發，制度先意識到問題所在，往往已經錯失最佳修正時機，修正社會不公嘅成本同難度都會大大提升。寧願面對誇大嘅喧鬧，都絕對唔可以容許輕視嘅死寂，因為誇大至少證明社會仲有監督嘅眼睛，仲有發聲嘅喉嚨，仲有未死嘅心。而輕視係伸手擦走制度最後嘅警鐘，將弱勢推入社會不公嘅深淵。多謝大家。接住有請台方一件吳文傑同學立論，時間為3分鐘，準備好請佢介紹事宜。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根據馬克思主義嘅定義，公眾輿論係由持住唔同立場同埋態度嘅個體意志構成嘅社會文化現象。亦即係話，我哋今日討論嘅應該係喺同一件事件當中，輿論趨向誇張定係輕視，會更加導致社會不公。社會學家高夫曼指出，社會不公就係群體當中因為結構性嘅原因造成不平等嘅待遇，導致呢個機會同埋資源分配不均。譬如話性別歧視、社會同埋法律排斥等現象都係屬於呢個範疇。輿論誇大就係刻意扭曲呢個事實框架。接下來我將會由2點嚟證明公眾輿論誇張大眾苦難更加會導致社會。第一，誇大苦難會加劇結構性嘅不公。社會資源本身係應該按照呢個需求分配，但係誇大苦難就徹底顛覆咗呢個原則。近年嚟嘅苦難燃燒到處都係，好似電商宣傳話梁山果農嘅蘋果製銷幾十萬噸，用煽情嘅畫面嚟收割同情，但係實際嘅製銷量只不過係宣傳嘅零頭。網民嘅愛心消費最終卻只係變成咗營銷團隊嘅巨大利潤。真正有困難嘅果農反而就受益唔多，打亂晒個正常市場，反而係要傷害緊啲守規矩嘅經營者。誇大形成咗苦難競賽，令到呢個資源唔再按需求分配，而係按照輿論嘅聲量嚟分配。識得包裝、識得誇大嘅人搶走晒啲關注同埋資源，而默默承受苦難。唔識炒作嘅弱勢群體就俾人徹底分裂，資源流向流量，而並非流向最需要嘅人。呢個本身就係最直接嘅社會不公。第二，誇大苦難只會將問題簡化，製造群體對立，瓦解社會公平嘅基礎。複雜嘅社會問題本身應該係理性處理，但係輿論誇大將一切都變成加害者同埋受害者嘅二元對立，貼標籤煽動情緒，但係又唔解決個根源。美國曾經因為青少年嘅犯罪率輕微上升，輿論就製造恐慌，俾某啲人貼上標籤，推動啲嚴刑律法，造成長期嘅司法不公。真正嘅教育同埋就業問題就反而俾人忘記。國內亦都有同樣嘅例子，快遞員同埋顧客發生衝突，輿論誇大底層被欺負，引發廣告，但係又忽略咗行業勞動呢個問題。誇大苦難唔單止係解決唔到嘅問題，更加會撕裂社會，製造對立，反而令到公平無從談嘅。我方想強調嘅係，誇大唔係關心人苦難，而係消費人苦難，唔係解決問題，係轉移人嘅焦點。當苦難變成咗流量密碼，當矛盾變成咗對立嘅工具，真正弱勢嘅人只會在輿論中被人埋沒。輿論只有翻到真實同埋理性嘅時候，資源先會落到最需要嘅人身上面，社會先會有真正嘅公義。多謝各位。接落嚟係評論環節，首先由泛方4面率先評論正方1辯，評論總時為1分30秒；接住再由正方4面評論反方1辯，時間評論為1分30秒。評論方只能針對對方嘅立論進行內容邏輯資料等查驗及驗證，唔可以提出預設問題或進行本身未完成嘅立論工作，或者視為技術犯規。答辯方淨係可以作答，唔可以反論。評論方有權終止答辯方任何不設題嘅回覆。第
首先有請反方四邊嘅最後同學同問正方一邊配置同學，時間為1分30秒，淨係對反方四邊計時，盡量冇正確計時示意。同學你好，我哋先嚟睇一下辯題嘅關鍵字啦。請問你認為公眾輿論係乜嘢？公眾輿論係網絡上邊大家討論嘅事情、討論嘅東西。係嘅，冇錯。咁請問你知唔知道而家澳門最大嘅公眾輿論討論平台係邊啲？公眾平台其實有好多，例如我哋我哋社交平台啦、微博啊、IG 同埋其他。好，答呢一下。我話俾你知兩個最大嘅，有一個係我哋17萬嘅臉書上面嘅澳門高登起底組，仲有澳門秘密網。呢兩個，請問呢兩個平台，你認為佢哋係理性討論嘅居多，定係非理性討論嘅居多咧？理性討論同埋非理性嘅都有，但係我覺得理性討論居多。其實唔係嘅，澳門高登起底組，佢名都可以叫做起底啦。佢肯定係情緒化個人理解問題嘅居多啦。然後澳門秘密網咧，其實你有上去睇下，上面都有出些一啲對於政府嘅抱怨呢啲非理性嘅言論居多㗎啦。然後再問李方啦，所以有好多時候公眾輿論係比較盲目情緒化嘅。然後再問李方，有方係輕視大眾嘅苦難，但係輕視不等於無視，係咪？係，所以大家嘅聲音都可以係被聽到嘅，只不過一方嘅聲音比較細，政府可能一時暫時聽唔到，或者係呢啲弱勢群體嘅聲音比較細啲啫。咁李方啱先所講嘅缺乏呢個無障礙通道嘅呢個弱勢群體嘅聲音係輕視啊嘛。係啊，因為大家冇人出嚟講嘢啊嘛，同埋而家政府都未做到呢個無障礙通道。好，咁政府喺解決問題或者出政策之前咧，佢哋都會去收集一啲弱勢專門去收集一啲弱勢群體嘅聲音啦，去聽下觀眾嘅民意啊。李方所講嘅弱勢群體嘅一方聲音，其實政府都係收到嘅，所以李方認為被輕視嘅一方。時間到，多謝。有方同學啱啱時間到，同學請停止發言。接住有請正方四面金永新同學盤問反方一邊唔係見同學，時間為1分30秒，淨係對正方四面計時，盡量冇正向計時示意。試咪。請問有方同學知唔知社會上嘅不公係點樣形成㗎？你詳細講下。我而家係我問你喎，講。唔知啊。係經過李方都有講到係資源錯配、政策上面嘅失誤同埋社會風氣而形成㗎。好啊，再問你，解決社會上嘅不公，最終係咪都要透過體制去進行回應啊？係啊，有冇同學都話係啦。咁體制喐唔喐係咪取決於有冇人出聲，有冇公眾輿論壓力咧？唔完全代表。即係如果喺資源有限嘅情況下，體制點樣解決社會上嘅問題啊？就譬如話呢個殘疾人士咧，其實之前嘅社會上面大多數人都係好啦，有方同學其實都唔係好知，咁你又知唔知弱勢又希唔希望自己嘅困境俾人誇大咧？希望。係啊，有方同學都話希望啊，政府係迫於現實都係需要按照事情嘅嚴重情況同埋公眾輿論壓力去選擇解決問題嘅優先次序。誇大其實我方係唔鼓勵㗎，但係政府需要政府聽到社會上嘅問題，政府先至可以解決問題，先至有機會俾人解決㗎。如果一直打入到最後，問題都係只可以變得惡化，最後定到不可挽救。再有方同學一個問題啊，咁如果大家都輕視公眾輿論嘅話，咁體制又點樣知問題所在啊？政府有佢自己嘅渠道嚟篩選呢個底層人民呢啲市民嘅意見㗎嘛，唔單止係可以唔單止係睇到公眾輿論，佢先製造出呢啲政策嚟解決嘅。係啊，咁所以苦難競爭其實係咪就唔存在咧？因為政府係可以聽到嘅喎。政府可以聽到，但係。所以係咪所產生嘅謠言，政府都可以被識破啊？大多數都係咁啫，其實有方都係變相承認咗嘅喎。咁一前面有方同學所講嘅對立，反而係一種好處喎。對立點解會我唔承認？時間
接住有請政綱意見等配合同學進行各類時間為3分鐘，準備我請去主席試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聽完有方開篇立論，發現有方同學由頭到尾都缺乏比較。今日嘅辯題係我哋比較輕視同誇大邊個更容易導致社會不公。對方要贏就必須證明兩件事：第一，誇大有好嚴重嘅問題；第二，誇大嘅問題嚴重過輕視。但對方由頭到尾淨係做到第一點，第二點直情冇做過。以下我會逐一拆解對方嘅論點。一，對方將誇大過分妖魔化。有方話誇大會激發社會撕裂，我哋承認誇大可能會令輿論變得情緒化。但請問對方，例如當年杭州暴動縱火案，當年嘅輿論選擇輕視呢？如果冇人討論，冇人追問，呢件事嘅真相會唔會水落石出？涉事嘅機構會唔會檢討改進？對方話誇大製造議員對立，但係呢種對立正正係因為社會眾人善心嘅證明。俗話講，哀莫大於心死，衝突本身唔係問題，但係將衝突壓抑落去，當佢冇發生過，先係最大嘅問題。對方將誇大妖魔化形成撕裂社會嘅刀，但係佢哋有冇諗過輕視先係埋葬問題嘅鏟？二，對方錯配資源分配嘅法則。對方話誇大會製造悲慘大賽，令社會救助失去靈性，真正需要幫助嘅人反而被忽略。我哋要問翻對方，如果連比慘嘅機會都冇，會唔會被遺忘得咁快呢？當輿論對某啲苦難集體沉默，連啲苦難連參賽嘅資格都冇報導、冇討論、冇人知，政府點解將資源撥過去，社會又會點樣關注呢？請問有方，本案嘅直選議員會優先關注生育不足、開工不足嘅問題，定係復康巴士班次嘅問題呢？我方都明白扭計就有糖食係壞事，但係扮下呃糖食都係壞事。但輕視係連糖都冇諗過俾你，係直情否定你需要支援，否定你係弱勢，甚至否定咗你正在受緊苦難。歸根到底，有方今日將誇大嘅風險無限放大，但係對輕視嘅致命性又視而不見。我哋從來都冇話誇大係好事，我哋淨係指出誇大同輕視同樣都會導致社會不公，但兩者有本質嘅分別。對方可以繼續描繪誇大嘅恐怖，但我哋要問：你寧願活喺一個嘈到令人頭痛嘅世界，定係一個靜到令人心寒嘅世界呢？準備辯論嘅時間，你嘅大隊老師係寧願你問到你嫌你煩，定係你一粒聲唔出，帶住一堆問號上台比賽呢？多謝各位。而家有請反開意見要讓同學進行各論，時間為3分鐘，準備我請主計時員示意。示威。好啦，今日雙方最大嘅分歧在於咧，政府認為社會上嘅不公係需要靠公眾輿論去解決嘅，但係我要先問翻對方一個問題：你哋今日成個邏輯嘅底層係咪已經提前預設咗政府決策一定取決於公眾輿論嘅風向咧？如果係，我要同你講，真實唔係咁樣嘅。公眾輿論佢可以作為一個參考，但實際嘅推行永遠係根據一個科學嘅考量嘅。首先，我哋嚟睇下啲例子。例如中學生唔俾飲朱古力奶，學校用手機為鎖學生手機，係邊個為咗呢啲苦難發聲呢？係冇嘅。呢啲政策全部都係喺冇輿論壓力之下，係政府自己去做嘅。政府自己心入邊就有把尺，決策靠嘅係佢自己一套科學標準，而唔係網上情緒最高嘅嗰條留言。所以地方嘅第一條支柱，政府會跟住輿論行就已經唔成立啦。再嚟講翻我方嘅觀點，喺2022年，喺浙江曾經發生過一個公廁毆打案，當年嘅受害者係舊年又不幸確診白血病，於是佢上網發視頻求助，而當時就出現咗兩種輿論方向。第一種輕視嗰邊就將苦難美化，話多謝苦難令人成長，但係就忽視咗當事人嘅痛苦；而誇大嗰邊咧就捉住佢部舊蘋果手機喺度質疑話：點解啲有錢用蘋果冇錢醫病啊？輕視咧只係一種冷漠嘅態度，而誇大咧就可以直接淹沒佢當事人本身想要嘅求助信息，令呢個女仔咧佢一邊要捱病痛，一邊要自證自己嘅清白，造成咗二次傷害。而意大利嘅高齡大學研究數據亦都指出，喺正常討論入邊，仇恨言論大概係6至8%啫，但係極端群體入邊咧，呢個比例可以即刻飆升到35.9%嘅。咁呢啲數據同我哋講乜嘢啊？同一件事，輕視可能只係冷漠，仇恨比例都可能只係得多少少幾個百分點，但誇大可以將成件事推向極端化，仇恨比例可以即刻高過30%。結果係乜嘢啊？誇大嘅人咧就淨係識得喺度渲染情緒，造成
造成對立同仇恨。第三，長期誇大令到網民嘅感知能力變得更加差，更加容易造成社會不公。央財嘅調查顯示，有80%民嘅話，誇大負面事件會降低社會信任，超過80%以上需要3年先恢復，有31.3%甚至10年以上。而北大傳播學嘅冷凍實驗亦都發現，網民瀏覽意見新聞嗰陣，佢哋有78%嘅注意力係集中喺一啲情緒關鍵詞，例如話特權、欺凌等等，而唔係嗰件事本身。呢啲嘢同我哋講乜嘢啊？網民嘅感知能力已經係一個麻木嘅狀態，唔夠煽情咧，佢哋覺得唔吸引；唔夠極端咧，佢哋又覺得唔值得關注。咁結果係乜嘢啊？真係要被幫助嘅人咧，佢哋將自己真實嘅苦難講出嚟，但係冇人關注。呢個唔叫輕視，輕視咧，佢最係我睇住你死，但係點解我係睇住你嘅？但係而家呢個情況係因為我長期過度誇張，令到呢個社會嘅感知能力已經壞咗啦。你企喺度嗌救命，但係都冇人聽你講嘢。所以你講今日嘅邏輯唔簡單，因為冇輿論關注，所以佢嘅世界就更加差，令社會更加不公。但係我講今日3點就已經證明咗，其實你方呢個講法係有問題嘅。咁而家呢個情況咧，就好似接落嚟係公辯環節，由正反方嘅3辯向對方嘅意見進行討論。其他辯位嘅辯手唔可以補答，同時各2分鐘。回答嘅一方必須針對提問進行回答，唔可以直接反問。公辯方有權終止答辯方任何不切題嘅回覆，發言由反方開始提問，反覆問答，直到時間結束。正反方嘅3辯就比賽嘅前半賽程進行針對性嘅公辯小辯，同時各2分鐘。首先有請反方3辯袁家偉同學向正方2辯鄧慕良同學進行公辯。是咪？好，有方同學上講一個基本嘅邏輯，你方係咪認為有公眾輿論嘅介入，政府先至會做事？咁我想問一下啦，如果公眾輿論講咗，但係政府冇做，又或者公眾輿論根本冇講，政府都主動去做，咁係咪已經證明咗公眾輿論唔係政府決策嘅關鍵因素？係啦，冇錯啦。所以我睇到教青局建議學校唔好售賣朱古力奶，請問係邊一個公眾輿論去逼住政府去做呢？咁但係佢有冇其他事去討論先啦？你講咩？但係佢都需要其他事情去討論，佢需要處理更加重要嘅事情。唔係針對於呢個問題係冇公眾輿論去提出呢件事，而係政府根據佢專業嘅決策，根據衛生局提出嘅紅黃藍指引去主動實施嘅措施。我哋再睇另外一個例子，陝西嘅貧困戶2021年用公帑俾人15年免費教育，但係當地嘅貧困戶不滿上街遊行示威，要求將啲公帑直接去派錢，唔想要免費教育。但係請問點解政府唔因為呢啲輿情壓力就去取消呢樣政策啊？咁佢嘅政策問題本身就冇錯，佢嘅政策本身係冇錯啦，佢提出一個好關鍵嘅事，因為呢個政策本身就係正確嘅，所以政府做唔做事、推唔推行某一個政策，關鍵從來都唔係都唔係公眾嘅輿論。當然，公眾嘅民意係政府必須要參考嘅，但係政府必須要有自己嘅專業標準、科學論調同埋整體規劃。佢哋心中有一把尺，所以地方嘅邏輯唔成立。第二個再問你，中國社科院中國輿情調查指出，當今嘅中國輿論極易被情緒裹挾，充滿住非理性、極端化、撕裂化嘅特徵。呢啲咁嘅輿論點樣成為解決複雜社會結構性問題嘅解藥啊？咁但係佢哋肯財生咁嘅政府咪關注到咪可以解決呢件事情咯？唔係，而家嘅社會問題係因為中國人民大學嘅報告指78%嘅熱點社會問題，因為輿論誇大而失焦。你方認為咁係冇問題咩？有。咪就係有問題咯，即係輿論多數時候唔係好似地方講嘅咁理性、咁公平嘅，只係會扭曲事實，唔會解決真正嘅問題。再嚟同你講，南京大學針對災害事件中嘅互聯網言論指出，誇大苦難嘅言論中嘅負面情緒佔咗47%，極端言論佔咗51%，遠高於輕視苦難言論嘅19%同埋24%。呢個係咪證明咗誇大苦難係會更加極端化、情緒化同埋負面？係啦，所以數據已經證明咗誇大嘅苦難係會比輕視嘅苦難、輕視嘅交施嘅社會。停止發言。接落嚟有請正方3辯張學一同學向反方2辯姚潤同學進行公辯，時間為2分鐘，就係對正方3辯計時，準備好聲音計時示意。好，試咪。80年代初，愛滋病開始喺美國蔓延，知唔知當時美國政府係點做㗎？唔知。好，咁我話你知啦，事實係美國政府連續6年都唔公開處理，都從未提及愛滋病3隻字，公共衛生部門當佢冇到啊！咁如果社會對愛滋病集體沉默，冇人討論，冇人報導，冇人出聲，咁我想請問下有方，你憑咩要政府做嘢啊？係靠
感應啦，定係上街填土啊？首先地方前後係根本係冇一個因果關係嘅。你前面講係因為佢政府唔做嘢，所以佢先引到。咁呢個係乜嘢啊？我哋今日講嘅係公眾輿論，但係你而家講係因為政府。係咯，我都講嘅就係公眾輿論咯。但係你前面講嘅係因為政府唔做嘢。錯啦，有個同學，你今日講嘅係公眾輿論唔出聲，所以政府唔做嘢。咁你前面攞嚟做論證嗰個事例係有咩意義啊？有咩意義打你咯？唔係，我嘅意思係你前面。好啦，有個同學唔好再講啦。咁我哋依家講翻結果啦。頭嗰幾年成千上萬嘅患者喺沉默中死去，因為冇人知問題喺邊，就唔會有政策去幫你。好，咁即係有方已經承認咗，當社會沉默，體制根本連問題嘅存在都唔知。輕視嘅第一步就係令苦難消失，連被討論嘅資格都冇。多謝你方嘅確認。好，咁依家進入第二層，你同唔同意政府資源分配往往優先流向社會覺得值得救嘅人？首先我係承認呢一點，但係我好，有個同學就答我應唔應該？應該。好，咁愛滋病嘅初期患者主要係邊一班人？同志、靜脈注射吸毒者。當時主流社會點樣睇佢哋嘅呢？報紙寫就話上帝嘅懲罰，電台名嘴都話係抵死。你聽過呢啲講法未啊？我唔係美國人，我唔知喎。你答我，你聽過未就得。好。因為呢啲標籤，因為呢啲歧視，研究經費長期不足，比起癌症、心臟病、愛滋病嘅研究撥款少得可憐啊！呢個咪就係因為社會覺得佢哋唔值得救咯，係咪？呢個係公眾輿論咩？唔係咩？但係你啱啱講係因為佢好啦，唔好再講啦。如果呢個時候冇人出聲，冇人誇大其詞，呢班人都係人，佢哋都係有生存嘅權利。咁你認為藥物廠會唔會主動研發呢啲藥物？政府又點會主動撥款啊？咁係講啲無視。我哋講嘅係輕視啊嘛，冇問題啊嘛。無視同輕視唔係同一樣嘢，唔該你幫搞清楚。我方一直都好清楚。輕視係我哋知呢件事，但我哋當佢冇到；無視係我哋根本唔知呢件事。好啦，有方即係承認咗第二個被標籤被歧視嘅弱勢，自然會被資源遺忘。輕視嘅第二步就係令呢啲弱勢被遺棄。多謝各位。接住有請反方西嘅魚哥為同學做人工變小件事，為2分鐘，準備同學去介紹 CD。好嘅，對方成個邏輯入邊有幾個關鍵嘅邏輯係需要論證嘅。第一，如果對方認為呢個社會上需要解決嘅問題需要公眾輿論去發聲去解決，你就必須要論證當今嘅公眾輿論係理性、公平、去情緒化嘅。但係我方已經論證咗78%嘅社會意見事件，因為輿論誇大敘事嚴重失焦。中國社科院都已經證明咗公眾輿論係極易被情緒裹挾、非理性極端情緒化嘅。著名心理學家李布曼都指出，公眾輿論天生帶有盲從、殘忍、極端偏執同埋狂熱嘅特質。面對呢啲複雜多變嘅問題，輿論係危險嘅決策人。而我哋澳門而家最大嘅公眾輿論平台澳門秘密網、澳門高登記製造成17萬嘅關注人數。而呢啲網站大家上過就知道，上邊有非常之多嘅仇恨、誇大嘅言論、唔理性、極端化、攻擊性。所以如果你要依靠呢啲唔理性嘅言論去解決一啲科學複雜嘅社會結構性問題，我認為非常之荒謬嘅。喺河南水災當中，微博出現咗大量誇大事實嘅帳號，將真實傷亡人數加多幾倍、幾十倍，話政府淨係夠有錢人，唔會理同人去煽動對立。呢啲誇張苦難嘅行為會令到真正需要解決嘅問題失焦，全部變成階級對立。另外一個好重要嘅論點就係政府係可以聽公眾輿論嘅聲音，收集民意，但係最後做唔做係根據科學嘅抉擇。香港平機會1996年推動性別歧視條例，內地人社部2008年推動就業保障法，呢兩個法例推出之前都冇好嚴厲嘅公眾輿論去要求佢咁樣做，但係政府同樣都去做咗，所以就證明咗政府去推出一個法案或者措施嘅時候，從來都唔係輿論話乜就做乜，而係經過科學細緻嘅分析、考察、衡量之後去解決問題。但係輿論一旦誇大咗苦難，就必定會造成社會不公，加強社會嘅撕裂。公眾輿論輕視大眾苦難，會令啲事情解決唔到咩？唔會，因為公眾輿論輕視唔代表政府部門、慈善機構同埋社會上嘅愛心人士都會輕視，佢哋一樣會留意到事件，關心受影響嘅人，作出理性專業嘅部署。時間到，同學請停止發言。接住
接住有請正方3件張學欣同馬俊廷公佈小結時間為2分鐘，進到最後一次嘅試驗。試咪。喺質詢環節，對方親口承認咗2件事，今日我要逐層同大家梳理。第一，對方承認輕視令苦難隱形，體制連知都唔知。愛滋病爆發，政府6年提過愛滋病3隻字，點解啊？因為冇人出聲咯，政府就可以扮睇唔到啊嘛。結果成千上萬嘅患者喺沉默中死去。對方承認冇人講就等於冇人知，冇人知就等於冇政策。呢個就係輕視嘅第一層傷害，將苦難打入資訊真空，連被討論嘅資格都冇。第二，對方承認輕視令資源傾斜，弱勢被集體遺棄。愛滋病初期，患者被標籤抵死，上帝嘅懲罰，因為社會鄙視，研究經費長期不足，佢哋被當成唔值得被救嘅人。對方承認被標籤嘅弱勢，自然會被資源遺忘。呢個就係輕視嘅第2層傷害，唔單止係視而不見，仲要剝削佢哋嘅生存資源。但係我方今日需要講嘅第3點係最重要嘅。輕視令怨氣積壓，爆發時已經太遲啦。對方話誇大唔好，但 ACPR 衝擊衛生局灑骨灰，標語上面寫沉默等於死亡，夠唔夠誇張啊？正因為呢啲誇大，媒體關注，經費增加，雞尾酒療法面世，救翻無數條命。對方承認嘈，至少有人面對問題，靜係等問題爆炸。愛滋病嘅病史話俾我哋知，誇大嘅喧鬧救咗無數條命，輕視嘅沉默殺咗無數嘅人。所以我哋嘅企位從來都冇變過，寧願面對誇張嘅喧鬧，都唔可以容許輕視嘅死跡。多謝各位。接住係自由辯論環節，自由辯論由正方開始發言，計時由正方站立時開始計時，對方發言完畢，計時員即時停止該方嘅計時，並隨即開始計算另一方發言時間，直到其發言完畢為止。如此類推，每隊佢有4分鐘發言時間。看見先至有機會留意到自己嘅作品，但係輕視係咩啊？係冇報告、冇關注、冇討論。當所有苦難失去曝光，就會從公共空間入邊消失。就算今日政府幾乎盡責都好，都係唔知點樣先至可以幫到你。其次就係行政理論，資源有限，每項政策都係優先嘅次序分配原則就係現實嘅政治計算。關注度越高，壓力越大，就越容易優先處理。對方話會造成苦難競爭，從而影響指揮資源錯配。我方都明白，考試制度唔係一個完美嘅方式，但係考試係目前社會上綜合現實考慮下嘅最優解。所以弱勢得到幫助，就好似同考試一樣，溫咗未必考，但係唔溫一定炒，誇張未必贏，但係沉默一定輸。有風到最尾都係未解到呢個死結，最後係固化嘅問題。當群體長期冇曝光、冇排序、冇資源，差距就慢慢拉開，教育落後、收入停滯、機會流失，社會不公唔再係偶發嘅問題，而係變得結構化。當社會開始習慣苦難，合理化佢，甚至覺得理所當然先至係最可怕嘅。我哋唔係鼓勵誇大，更加唔係美化情緒同埋謊言。只係今日嘅辯題，迫使我哋喺兩害取其輕嘅情況下，好無奈地同現實咁反映得出。當社會選擇輕視，弱勢連被看見資格都會失去。當制度長期冇壓力回應，不公就會慢慢沉澱，直至變為結構。誇張可以令到社會一時混亂，但係輕視會令到社會會令到不公一世穩定。在兩者之間，好明顯輕視更加容易導致社會不公。綜上，我方辯題理應成立，多謝各位。